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吼今仔日的诗歌，信息313首啊吼，有淡薄仔困啊，因为我过去无唱过，我40外岁哦，我无唱过哦吼。啊，你可能有唱过啦啊，因为你比我较大，可能有唱过啦吼。今仔日这313首较难，阮来先练一解好无？欧洛上主的阻碍。不过这首歌吼是唱华语的吼，它里头有3种语言，一种是阿美语，一种是华语，一个是英文。然后我们就选了华语来唱，所以这首歌呢是华语。如果你的前面有圣诗，可以把它打开来看。313首，赞美上主的慈爱。那边也有，但是那边没有谱。哎，怎么是我写欧洛上？我们先听那个诗琴来弹一次哦吼。有听有清楚吗？好，过来一盖，咱过来听那个一盖哦吼，过来听一盖哦。啊，做伙唱。会，全部唱，咱先全部来唱。好，来咯，预备，来。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神灵，大家齐引导。哈利路亚，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哈利路亚，过来来，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神灵，唱感动引导。哈利路亚，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哈利，过来一届哦，来过来唱一届，来。赞美上主的神爱，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神灵，唱感动引导。哈利路亚，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哈利路亚。好，感谢大家，做伙欧陆上主的主爱。
其实我是感谢你，今日是阮的服务主任。同一个姊妹伫做事工的时阵，有上帝你的大力量。你讲，这葫芦传拢去车底大根，做扛起你看过因水的脚脚，也帮咱照顾。今日虽然一个讲到所有人的事奉，伫上帝面前，这是上帝你的感动，出自于圣神你的旨意，是出自阮个人需要，做出你帮咱照顾阮虔诚谦卑伫你面前所有一切奉献，恳求主你感动，也恳求圣神，恳求圣灵充满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主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这时间到啊吼，请备万心，准备今日的敬拜。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神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这时咱要懊恼，请敬拜团。让我们可以方便的话，可以一同起立来赞美，来敬拜。让我们在星期天的早晨先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来聆听神要对我们说的话，他要让我们听到的，他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或是他要教我们所去行的，我们都安静的来听他说话。我们用这首诗歌回应他，请倾听，我要倾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请倾听，他在倾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请倾听，我要倾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
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地，我要轻轻地，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地，他在轻轻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着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来听他说话。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我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其实神都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他也在我们需要或者是我们无助的时候，他都会用他的声音或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盼望，也能够看见他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我们用这首歌来回应他。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里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地。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像云彩围绕，充满在这里。胜利如风的吹进每个枯干的心灵，我们灵魂再次的苏醒。我渴望看见你的荣耀彰显，高高的声音如水不停息。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进来临。我们等候主，不住寻求里面，昼夜的祷告，为这时代呼求，侧耳来垂听，谦卑悔改声音，愿救赎和医治临到这里。我渴望看
时代，可以敬拜你。父亲会转向儿女，儿女会转向父亲，每个时代可以敬拜你。持续站立。过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来受苦，定时日过死，埋葬罗营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请坐。这是咱下头来祈祷。听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调阮成做你的囝儿，军队主耶稣，学主耶稣的款式，互人对阮的生活中看见主的恩典。也感谢你找圣神赐阮各种的恩赐，互阮建立基督的身躯。通过教会中听的生活，互人知阮是你的学生。亲爱的爸上帝，伫即个妇女事工纪念日，求你互阮以谦卑的心来超找你，亲像鲁迪亚，甘心为你做工，服侍顺从，讲传福音。愿你的大能运行伫阮中间，互阮所讲所做会当应神一人。敬畏的主，阮伫即个国际，阮同齐嘛为着土耳其、叙利亚因的地动死失受伤，求主怜悯。也为着乌克兰的战争，恳求主赶紧会当平息这战争，互和平临到这个世界。上尾，阮为着身心灵拄着艰难困苦的兄弟，求你的安慰医治。你的圣灵踮因的心中，互因个体会你的同在的喜乐。阮安尼祈求，拢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过来咱赞美吼，请教会妇女团。在宇宙黑暗的中
多谢妇女团的学老。这时咱来读上帝的话语，上帝话语记载伫《使徒行传》16章6至15节。我用华语来念吼，使徒行传16章6至15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到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今天那个与我们分享的，我们请到我们的神学生素兰姊妹。她要与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与圣灵同工。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因为我不会讲台语，拍谁，所以今天的讲道就要用那个华语来分享这样子。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们的讲道有很多姐妹在里面服侍呢？有很多不同的岗位都是由姐妹来服侍，因为今天是一个妇女事工的主日，这个主日的设立呢，就是要希望透过一个以妇女为主体的一个主日，像讲道、诗会、交代、诗献、敬拜这样子，不同的岗位都是由妇女来担任，唤起教会聆听妇女们的一个信仰的经验，也开拓妇女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那个经验，让我们可以看到妇女也可以在教会的不同的一个岗位里面可以一起参与服侍。感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在上帝的家里面去服侍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全地的主，你的荣耀要在列邦中被述说，你的名要在万民中被高举主要愿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同蒙祝福与造就。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今天经文是一个关于几个人的故事。那是几个人呢？有几个人他们很爱上帝，然后他们很想将上帝的爱跟人去分享，于是他们就离开他们的家往不同的地方去传道。然后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他们想继续往前的时候就遇到了拦阻，你不能去这样子。然后他们就改变那个方向，就往另一个方向去。然后但是他们继续往前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拦阻，不能去这里。然后在这时候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就换了另外一个方向又去了。然后后来他们发现，原来这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要他们去一个全新的地方，在那里
为他做见证。今天的经文刚才已经我们读过，可能大家有些都比较熟悉，因为今天经文讲的是我们在宣教里面很出名的一个叫马其顿异象的一个经文。后面读的是一个妇女吕底亚她信主的一个经过。这是一个保罗他在第2次的宣教旅程的一个起点的一个故事。这里的经文在前面我们没有读的部分，就是保罗他跟他第一次宣教旅程的同伴巴拿巴他们起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于是他们就分开了。他们个人带着自己的同伴继续他们的服事。在这里保罗带着希拉继续他的行程。然后在第16章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他们来到了特比跟路斯德，在那里他们邀请了提摩太加入这个宣教的团队，继续他们的行程那样子。然后我们刚开始，接下来就是刚才读到的经文第6节，这边是这样讲的：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路加他经常提到圣灵的名字或者他的工作这样子。整卷的使徒行传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描述这些的使徒们，他们怎么样靠着圣灵大的能力，可以从耶路撒冷开始将那个福音传到地极去。所以我们又会称这个使徒行传为一个圣灵行传。我们看在这边一开始的时候，经文提到的却不是圣灵的引导，却是圣灵的禁止。这边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原文的意思是被圣灵禁止在亚细亚讲道。这里禁止这个字呢，这个词呢是一个被动的一个语调。它的意思就是他们被禁止了，有拦阻的意思。他们被禁止、被拦阻在亚细亚这边去讲道。经文没有详细说圣灵是怎样去拦阻他们，但接着我们很快在第7节的地方，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拦阻，就是耶稣的灵却不许。耶稣的灵这个词呢，在新约其他的地方没有出现过。有相类似的一些的用词，就是可能是那个耶稣基督的灵或者基督的灵这样子。作者在这边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我们可能觉得可能是路加他在写作风格上的一个表达，也有一个可能就是他想要强调这个灵，这个圣灵是耶稣所差派的。耶稣所差派的这个灵要带领他的使徒们完成在使徒行传1章8节给他们的使命。那个使命就是要将福音传到地极去。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什么呢？是耶稣的灵，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也不许他们往比推尼去。他们的工作就由圣灵去做出这样的一个引导。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讲在我们做工作遇到拦阻的时候，那一定是撒旦的工作，对吧？是对啊，撒旦他就是经常会拦阻我们做神的工，他不让我们好好的去带人信主。的确他会这样工作，但是在这边我们会看到原来圣灵也会做出一个拦阻的一个动作，一个工作。圣灵的引导可以包括是带我们前往一个地方，他也会拦阻我们去一个地方。圣灵的引导它是为要保护我们，圣灵的引导也是要成就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保罗他的这个宣教的团队，他圣灵在其中拦阻
他们想要去的地方，为的是要成就他们上帝在他们身上的那个心意，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前往马其顿去。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试过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拦阻呢？我看到有人点头，就是大部分都没有拦阻吧。有没有试过在向人发单张的时候被人拒绝 ？No， 我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或者那天你我要出门去那个传道了，但是下雨了，难道连个天都不让我去布道吗？这样子，或者突然那天肚子不舒服这样子，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你是否会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就以后不再去传福音呢？不会吧？我们看到，对，你没有放弃。这边保罗的团队他们也没有放弃，他们继续努力去传福音。保罗就是遇到圣灵的拦阻，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坚持回应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使命。所以当他们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从这边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红色的圈圈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安提阿想要继续往前，他们想要去这个左边的这个地方是亚细亚这个地方去传道，但是圣灵拦阻了，他们只好沿着那个绿色的线，然后去到另外一个方向，经过那个加拉太和佛吕家的一带，他们来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北去那个比推尼去，但却又遇到了拦阻，然后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下到了这个地方特罗亚去。在这里，在夜间有异象显现给保罗。异象这个字呢，在新约跟旧约都出现了很多次。异象是上帝会借着异象向他的子民显示他的心意。这边夜间的异象有可能指的是保罗他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在睡梦中，上帝向他启示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异象里面，保罗看到一个马其顿人，他站着对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里我们留心“帮助”这个词，这个词在74译本，就是旧约的一个希腊文的译本里面，经常会用来指上帝对人的帮助。上帝对人的帮助什么？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看这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的意思就是保罗他看到这个马其顿人，请求他们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得闻福音，可以因着相信而得救。所以神就借着圣灵的引导拦阻，然后就成就他自己的心意，带他们到马其顿去，越过了这个海，前往上帝的所要他们去的那个地方。然后接着你可能就会问，我怎么样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呢？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我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呢？这是一个普通的梦，还是一个异梦呢？我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带领？弟兄姐妹，这是要经过训练的。就像有一个儿子，他经常跟他爸爸聊天谈话，他会认得爸爸的声音。像在这里有一个游乐场，很吵，他们玩得很开心，但是爸爸想把儿子叫回家，他爸爸说：“儿子，我们回家了。”儿子，我们回家了。你猜，儿子会认得爸爸的声音吗？认得。就算他没有叫他的名字，他也会认得他的声音，但是他愿不愿意回应回家，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就是要经过训练的。当我们经常顺服神的教导，聆听祷告听到的声音，我们跟神保持一个紧密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认出他的声音。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主的羊。
你有听到主的声音吗？耶稣会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透过圣经、祷告、警喻和教会启示他自己、他的计划跟他做事的方式。这句话可能我们有几个年轻人觉得很熟悉，我们要背这句话，因为这是我们门徒训练里面我们去学习经历神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弟兄姐妹，圣灵在哪里呢？在我的心里，对，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去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圣灵的引导。圣灵就是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周遭的环境里面，使用教会来启示神自己，启示他的计划、他的心意、他做事的方式。所以我们不需要向上帝祷告，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神迹，我就知道这是你在带领了。神可以这样做吗？当然可以，他可以这样回应你的祷告。但是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上帝都是在带领着我们的生命，他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时每刻去带领我们。我们只要留心听他的声音，我们要读圣经，要祷告，要上教会，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相交，然后我们要保持对圣灵那个敏锐于他的声音。当我正在预备讲道的时候，那个是我开学的第一周，然后当时我写到这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因为我们有教会我们学校有那个小组一起去打扫的时间，我就突然想起，我们打扫是礼拜几呢？这样子。然后因为过了一个寒假，我已经忘掉了上学期的事情，然后是礼拜几呢？这样子。然后这时候我就停下我的没有继续预备我的讲章，然后我就去找答案，我就看那个我的日历怎么没有写下是礼拜几呢？糟糕！然后我再去翻查找我上学期的那个记录，原来是礼拜二，礼拜二，今天就是礼拜二啊！那糟糕，我会过了那个打扫的时间，然后大家都在打扫的时候，我没有出现，像我就是去了偷懒，没有来打扫呢，这样子。感谢主，我看一看那个手表，就是4点半。就是刚好就是我们小组开始打扫的时间，我就赶快把东西给收拾了，就去跟大家一起打扫。圣灵就是这样，可以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引导我们，只是我们要专注在他的身上，我们要多聆听他，听到圣灵的引导，这是第一步。更重要的另外一步就是你是否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在这边我们看到顺服圣灵的引导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我们要舍去自己的计划。保罗他本来的计划是要前往亚细亚，可是可能他当时是想要去亚细亚的首要城市以弗所建立教会，但是被圣灵阻止了。他又有另外一个想法，圣灵又再一次不允许。虽然我们不知道圣灵是用什么方法去禁止他们，那可能是一些客观的一些因素，比如说天气或者疾病，或者是犹太人的一个拦阻这样子然而他们就因为这样的一个拦阻，他们就顺服了。保罗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保罗其实他也可以坚持啦，他可以坚持，我一定要先去这个以弗所，我一定要先去这个海港的城市，因为这个是宣教上的一个福音很重要的一个据点，我要先在这里建立教会，福音就可以传开。他可以坚持，但是他没有坚持
所以当保罗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想法，他反而走了一个更远的路。我们刚才看地图的时候看到，他是绕了一个大圈，然后才去到神要他去的那个地方。在宣教的历史里面，许多宣教的伟人，他们都有跟保罗相类似的一个经验，就像被誉为是非洲探险之父的李文斯敦，他本来是想要去中国宣教的，但是上帝就差派他要往非洲去，他就将福音带到了非洲内陆很多的土著里面。另外一位是被誉为是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他本来的计划呢是要去南太平洋的一个地方叫波利尼西亚，但上帝却将他引导去了印度，他就成为一个翻转印度的一个人，并且他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因为他牵起了一个全球的一个宣教的运动。这些宣教的伟人，他们都是放下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想法，为要成就上帝在他身上的那个心意。当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舍去他们自己的时候，上帝就大大的使用他们。弟兄姐妹，上帝今天在你心中有什么引导吗？你愿意顺服他的引导吗？这个引导可能是很小的事情，可能是像举例说是他突然有感动礼拜六我就早点睡觉，不要搞得太晚，然后让我主日的时候有好的精神去敬拜，这是圣灵的引导。也可能是有人约我礼拜天要去玩，早上我就先把它推掉，我要先专注在敬拜上帝的面前，先跟上帝约会，然后我再去玩这样子。又或者是在这一刻圣灵感动你，看到一个有需要的人，你要去帮助他，帮忙他。或者是在你滑手机的时候突然有感动，把你的手机放下来，我们去拿起我们的圣经去读神的话语。上帝可以在很小的事情上面去感动、引领、带领你，他也可以是在这时候去感动你，就是上帝在你生命里面有另外的计划，你要放下你那个全时间的一个事业，上帝要引领你去全时间去服侍他你愿不愿意这样顺服圣灵在你心里面的那个带领跟感动呢？当人愿意顺服圣灵，与上帝同工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发生呢？在这边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地域的一个扩张。保罗他的宣教团队本来他是在亚洲传道，但是圣灵禁止他们就改变那个宣教前进的方向，然后但是他们仍然想在亚洲去服侍。直到最后的时候，他在异象里面看到那个马其顿人对他的那个请求，他们就从亚洲到了欧洲，福音就是这样从亚洲到了欧洲。然后保罗他的团队所经过的欧洲不同的地方，我们就看到在欧洲不同的城市里面都建立了教会，像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等等，这些城市都是保罗他所经过的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面所建立的教会。福音不单单是跨越了一个国家国界，也跨越了那个州界。在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看到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们对他们说，你们要等候从上而来的那个能力。这边耶稣他说，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我们如果从一个宏观的一个角度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宣教的使命是在过去是一一的这样实现。在使徒行传的1到5章，那个福音是在耶路撒冷里面去传讲，但到6到8章的时候呢，已经从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13到28章的时候，保罗的团队已经将那个福音传到地极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很小的一个突破。保罗的宣教团队，他这是第2次的宣教旅程，当时候是公元50到52年，那时候他就走了这个第2次的宣教旅程，但他后来还有第3次或者我们讲的第4次的一个宣教的旅程，福音就到了更广更多的地方。然后我们看看这边的一个地图，你知道吗？在公元100年的时候，福音就临到了地中海，绕着地中海的这些的地区，在那边都已经建立了教会。再过几百年，在500年的时候，福音已经传到了半个欧洲跟北非的一些国家。因着耶稣他一个人的一个顺服跟舍己，福音就这样来到地上，也因着更多的人学习耶稣，学习像耶稣，顺服跟舍己，救恩就按着耶稣的吩咐临到了万国万民的当中。与圣灵同工的第2点，我们看到是那个福音对象的一个开阔。这边第13节是这样说的：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去讲道。保罗他每到一个城市，他会先到那个犹太人的会堂，向犹太人去传福音。当犹太人不听的时候，他才会转向那个外邦人。一个城市如果有10个的犹太的男人，他们就可以去建一个会堂。所以在这边我们知道腓立比这个地方是没有10个犹太的男人，所以没有会堂。所以他们的保罗的团队，他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不是去会堂，而是去了一个犹太人可能聚集在一起祷告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是河边，因为在河边可以有那个犹太人他们敬拜礼仪要洁净用的水，所以当没有会堂的时候，犹太人会在河边一起去聚会跟祷告。所以保罗的团队来到这边，他们发现有妇女在这里聚会，他们就对着这些妇女去讲道。弟兄姐妹，你看到神借着这次的机会是扩张了保罗他服事的对象。如果他还在亚洲，他进到犹太人的会堂，他对着是会堂里面的男人讲道，因为在犹太的会堂，男人跟女人是分开的。但当他顺服上帝的时候，他来到了欧洲的地方他是可以直接面对着这些妇女，向他们去讲道。在这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记述了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妇人，她名叫吕迪亚。她听见保罗的讲道，主就开导她的心，她和她一家都信了主，并受了洗。吕迪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吕迪亚的这个她的名字是一个拉丁文，就是辛勤劳动的一个意思。她是一个外邦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素来敬拜神，这个敬拜神呢是代表他是本来是外邦人，但他归信了犹太教。另外他是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商人。当时候罗马的官员跟一些有钱的人，他们衣服都是用紫色的料子。另外有学者是这样去研究，指出做这一个行业的妇女呢，她们很可能以前都是奴仆，后来被主人释放了，成为一个自由人。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吕迪亚这个人，他是一个从
推雅推拉城来的一个人，那里是以出产那个紫色的染料而闻名。然后他以前可能是一个奴仆，但后来他变成了一个自由人。他从那边岳阳过到这边腓立比来做生意，他是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商人。现在他的收入也不错，因为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的家很大，然后相信他是一个有钱的商人。然后虽然他是一个外邦人，但他信了犹太教。在安息日的时候，他在这边聚集，跟其他人一起去祷告、去聚会。当他听到保罗的讲道的时候，他就邀请他们到他的家，向他的家人去分享神的话语。结果他跟他一家都信了主，并且受了洗。所以到最后，我们看到与圣灵同工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让人悔改归主。我们相信一个人信主呢，不是任何人的功劳，不是你的道讲得有多好，你仍然善道，不是这样子，而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去引导他信主。路加在这边他也强调是主开导他的心，那是神自己的工作，让吕底亚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重点不是谁在讲话，保罗所讲的话不会产生任何的效应，而是主亲自在这个听到的人里面动工，使他的心转向神的话语。吕底亚信主以后，他马上就开始服侍神，他开放他的家，接待保罗这个宣教的团队。吕底亚他信主以后他洗礼以后，他就请求他们，他对他们说：“你们若认为我是真信主的。”这个翻译可能我们觉得他不是信了主了吗？这样子。有另外一个圣经的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你们若认为我是对主忠实的，就请到我家来住。”这边用了强留这个字，强留是一个催促、催逼、强行的意思，就显示吕底亚他那个好客之心很强，他心意已决，硬要保罗他们留在他家里住这样子。所以我们从吕底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他的确是一个忠心服侍主的人。但后来保罗跟希拉因为传福音被抓到监牢里面去，在40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两人出了监以后，他们就到了吕底亚的家里去见了弟兄们，然后劝勉他们一番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看到吕底亚信主以后，他马上就服侍神，他不单单开放他的家接待宣教的团队，他还开放他的家做信徒们聚会的地方。所以保罗、希拉他出监，他就到了吕底亚的家跟弟兄们见面。所以相信当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其实是在他的家里去开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忠心服侍神的一个妇女，她是可以怎么样大大的被主所使用，成为教会的一个祝福。与圣灵同工，就是我们要发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然后我们顺服圣灵的引导，调整我们的生命，与上帝同工，做他所喜悦的事。大家有没有好奇，我一个华语讲得那么烂的人，怎么来台湾读神学呢？这样子，而且我还被派到一个讲台语的教会来实习，我完全都听不懂那个台语，这是上帝他自己的心意。对，在那个2021年的2月21日，当时我突然有一个意念，就是那个意念是台湾读神学这样子。当时我已经在教会服侍，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人叫我，你要考虑去读神学吗？这样子，然后我就拒绝了所有的人，包括我还想好了我要怎么样拒绝我的牧师这样子，我就感到很奇怪。那
我已经拒绝了所有，我为什么还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呢？我没有想要读书，我没有我还拒绝了他们，我也没有想要离开香港，我更没有想要去台湾，更没有想要去台湾读神学这样子。而且去台湾这来到台湾，这是另外一个语言，不同的文化，而且教会也很不一样这样子。然后当我在这边认识了同学以后，我跟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但如果我将来要回到香港，他们就也不能成为我的帮助啊。那我为什么要去台湾呢？这样子，我就弄了很多理性的分析，去分析这个感动。然后后来我觉得我确实要很认真的去求证这个意念，不是我自己的想法，而是圣灵的一个带领。所以我就很认真去祷告。那个故事很长，但是今天我只可以在这边很简单的跟大家去分享。我去祷告，我问上帝，你为什么要我去台湾？然后上帝就透过不同的经文给了我3个信息。第一个就是我要对他有信心，第二个我要顺服，第三个我要离开我的舒适圈。然后第一段经文是在那个希伯来书11章1节，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上帝他提醒我要对我将来的事情，我要对他有信心，不是我自己有信心，我要对我呼召我的上帝有信心。然后另外一个经文就是在那个使徒行传的第8章，有主的一个使者，他向腓利去显现，然后对腓利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个耶路撒冷向下加萨的那个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利他就起身去了。后来他就在那里遇到那个埃提亚布的太监，然后就向他传福音，并且为他洗礼。我在想，腓利为什么没有问上帝，为什么要我去旷野呢？我在这边很多事工要做啊，你要我去旷野干什么？上帝是对我说，你要顺服。当时我还在跟上帝去抗衡，为什么要我去台湾？为什么要我去台湾？他要我顺服。然后最后一段经文是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关于彼得的一个经文。彼得就是在房顶上祷告，看见异象，然后有布装着一些不洁的织物降下来，然后有声音跟他讲，起来宰了吃。比如说彼得说这些是不洁之物，不能吃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有那个外邦人哥尼流派人来邀请彼得去他的家，彼得就顺服离开当时候的地方，去到那个外邦的家，然后也见证圣灵怎么样降临在这些外邦的当中，也为他们洗礼了。彼得就是离开他的那个作为犹太人他固有的一个传统，他离开了他的舒适圈，他去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当中，就看到上帝的作为跟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也是要让这个福音临到这些外邦的当中。所以上帝对我的心意是要我离开我的舒适圈，离开我的母会，离开香港，去到他要我去的地方。台湾是第一步，我现在就来了台湾。结果我虽然现在还不太确定上帝为什么要我来台湾，但是我很确定的一点就是台湾读神学，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顺服，我就来了这样子。然后我在这个经历里面还有上帝很多的恩典，让我确实的知道这件事情是他在其中去带领，他也一步一步的让我更明白他的心意。所以我深信只要我顺服，神会在我身上成就他的心意。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要轻看你个人跟主所建立的关系，你要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要敏锐圣灵在你身上的那个引导，你要为神舍弃你自己的计划，你不要把这些都看为是小事，这些在神的国里面都是大事。
你的顺服可能眼前看来只是小小的顺服，但是你的顺服可能会像保罗一样，不单单是带来一个妇女一个生命的改变，而这个生命可能就像吕迪亚一样，她马上就起来服侍神，祝福教会，成为更多人引领他们到神的面前的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听到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引领，我们都可以回应顺服他的心意。当然我们每一个妇女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我们都可以忠心的去服侍主，被主所使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神国的子民。愿你去引导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敏锐圣灵在我们生命上每一天每一刻的一个引导，让我们一生都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成为你一位忠心服侍你的仆人。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宝贵圣名祈求，阿们。颂赞这是咱来吟诗，圣诗313首，请起立。咱会使献开圣诗313首。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神灵常感动引导，哈利路亚！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哈利路亚！赞美上主的慈爱，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基督的恩典，大家齐欢唱，哈利路亚！赞美神灵常感动引导，哈利路亚！我们一生歌颂主生命，哈利路亚！请坐，这是咱用感谢的心来奉献。
咱游玩徛咧吼，上尾宋荣，继续吟诗65首。吟了，请林牧师为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地地，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只是简单报告吼，今仔日吼有新来的朋友吼，伫咧后壁遐有Marvin Salam，伊这吼姓吼是林啦，林牧师的林啦吼，那是那个静慧姐的朋友
来，我们请起立，我们欢迎。好，请坐。那另外哈，有一位是那个黄丽霞姊妹哈，她是宝轩的朋友，她说她来过。好，谢谢哈。那个我在报告哈，那个周报第2点啦哈。今日是总会所定妇女纪念主日哦，那咱就为这妇女事工关心大道。啊，个周报第3哦，顶礼拜咱有举行2023年的好会，接纳旧年度的决算和各团契的组织和事工，啊，个有接纳今年度的预算，和接纳今年度的查账委员，谢明珍、陈昌腾。过来第7点就是咱教会要按算要印会有通讯录，吼啊，初稿伫后壁的布告栏遐，会友会当去看卖啊，有没有错误，哦，会当更正。今仔日主会说有完有小组分享、小组讨论。啊，咱小组之前，我们嘛是请那个叶长老为我们简单讲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马太福音啦吼，迄个创世纪，新安宫的读经吼，有旧约读一卷啊，然后新约读一卷吼啊，旧约是读到2月28号，拄啊旧约创世纪把它读完吼啊，3月1号开始就是进入新约，就是马太福音啊。旧约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创世纪是从人类的创造，然后人类的堕落，然后呢再来神的拣选，一家。然后一族成为一个国家啊，在世界上见证耶和华神哦，见证神的儿子啊，在那边也有一个预言，就是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因为人的犯了罪了哈。耶利米书讲，人的心诡诈哈，诡诈哦，就是比万物都坏了，好啊，所以就差派耶稣基督来。那我们在2月28号那一天刚好把它读完创世纪的时候，其实一个让我非常大的感触哈，因为2月28号是台湾在纪念是和平纪念日啊，其实那一天就是白色恐怖有很多问题发生啊，但是在那一天刚好把创世纪读完的时候，创世纪最后的时候，雅各死了以后，约瑟他的那一些兄弟非常担心，所以跟约瑟怎么讲？说父亲在的时候哈，有求你哈要饶恕我们，因为他们兄弟把他们卖了嘛，卖到埃及去啊，所以他非常害怕雅各死掉以后约瑟会杀他们，所以就这样讲。那约瑟的回答一句话就是说怎么样？他讲说我岂能取代神呢？哦，差派我来的是耶和华神啊，为了保全我们的性命。所以让我先到这里来，啊，这一个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知道，228和平纪念日其实也是这样的哈，其实这样。啊，我讲一个题外话，其实那个以前白色恐怖的时候，真的非常恐怖了。我一个同学啊，那个时候民国61年了，就在那个淡江大学啊，他们在一个教室里面给他写了一个“共产党万岁”啊，结果被抓去关6年，都没有假释，少一天都没有，就关了6年。我一个高中同学，蛮要好的一个同学。其实我们知道，那唯有什么？唯有像约瑟这样的，唯有约瑟这样哈，把那个以前那个仇恨把它放下的时候，然后呢往前走的时候，你才会看到在那边70个人，然后出埃及的时候就变成大概将近有200万人了。接着我们进到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讲刚刚马太福音。那个家谱一开始就讲到家谱嘛，家谱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的家谱不一样。我们知道马太、马可、路加，还有约翰福音4本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跟那个路加有耶稣的家谱。那个有人这样讲了，说马太因为是讲那个王子了，王的儿子嘛，王的儿子就是大卫王的子孙，所以他有家谱。
就追溯到亚伯拉罕。然后呢，马可是仆人，是讲耶稣风尘仆仆到处去，那是马可写的了哈。马可写的风尘仆仆，有人这样，黄彼得牧师就这样讲了，说那个马可福音呢，是用那个埃及的那个什么凯特文那边写的了，所以那个写的非常简单。哦，有人这样讲，黄彼得牧师这样讲，说他是仆人，所以仆人没有家仆了。那再来呢？再来，路加福音写的是什么？路加是我们刚讲哦，路加在讲那个什么，那个他是写是神的儿子，哦，是人的儿子。路加哈是写人的儿子，所以他有家谱，家谱就追溯到亚当。然后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就没有家谱了。再来那个家谱，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哈，就缺了一些。他说每一个都是14代了，从亚伯拉罕到大卫14代，大卫到被掳的时候14代，然后被掳的时候又到那个约瑟的时候14代。其实那个中间就差了好几代了。有一些人没有写出来，有一些人为什么没有写出来？因为那个有一些人是被掳去的，有一些人是埃及封他为王的，那一些都不算，所以那个名字都没有写在里面。再来有一些是什么？是因为耶利米书特别记载说他的王他的王位咒诅了他了，说那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约兰的娶了那个亚哈的女儿啊，亚哈的女儿后来呢？都是离开了神了，就敬拜偶像，所以就把他除名了，有3代把他除名了这个是家谱里面。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我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耶稣不是在那个约旦河那边受洗吗？耶稣在那边受洗的时候，天上说开了，有声音讲：“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欢的。”每一个人在受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这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了。我所喜欢的，所以每一个人受洗都是这样，不是只有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所以刚刚素兰姐在讲说，圣灵降临的时候没有错，你在受洗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你的心，跟你同在。你要不要接受他？你如果接受他的时候，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是读这一段的时候再来我们看一下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我大概讲一下。一开始的时候就讲那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就会一开始就耶稣出生嘛，然后那一些天使来跟玛利亚讲，跟玛利亚讲的时候，玛利亚说还没有嫁就已经圣灵怀孕嘛，所以她也非常紧张啊。那天使来跟她讲因为是圣灵怀孕了，说为什么你要圣灵怀孕？因为要救你的百姓从罪恶中得到赦免嘛。在保罗在传的时候，保罗在使徒行传26章的时候特别讲到，他在亚基帕王前面，在那边分述为他来辩论、为他来讲的时候，他特别讲，他说怎么样？他说神差保罗是为什么？为了开他们的眼睛，就是刚刚讲的那些外邦人的眼睛啦。外邦的眼睛是什么？是让他们从黑暗中进到光明，从魔鬼的权势下进到成为神的爱子。然后呢，最后一句话说：“罪得赦免，与圣徒同得基业。”这个是在启示录特别讲的，与圣徒同得基业啊。这个是保罗在跟亚基帕王在讲的时，在特别讲的。所以亚基帕王怎么讲？说保罗啊，你的学问太大，让你癫狂了吗？你为什么在传这个了？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神跟玛利亚这样讲我们会特别感觉奇怪，为什么到新约的时候，很多人的名字叫玛利亚其实玛利亚是什么？玛利亚希伯来人就是比利安嘛，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安，然后变成希腊文的时候就是玛利亚其实所以到新约的时候，很多人叫做玛利亚这个接着我们可以看出来，接着就是登山宝训嘛。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知道有8福，到后面讲的是什么？就法利赛人的8祸。然后呢，在8福一讲完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享受在天国，在地上如天上的天国，以后又要进到天国。
他预备这样讲的时候，到后面马太福音的时候，到后面的时候就讲什么呀？讲你如果没有这样做的时候，你不能进到天国。所以唯一在讲审判四福音里面，只有马太福音25章、26章那边讲说绵羊跟山羊。哦，只有那一个啊，那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但是唯有什么？靠圣灵的帮助了。啊，再来，我们知道耶稣在跟他的门徒讲的时候，他要差派门徒出去的时候，就讲了一个讲章。后来呢，耶稣到最后要被钉十字架以前，他也跟门徒讲了一个讲章，就是要新的命令嘛，你要彼此相爱。然后中心点是在哪里？是在马太福音13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的。马太福音13章讲到天国的比喻，那一边是一个整个是高峰啊。天国是想怎么样？天国想怎么样？啊，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讲的。那我们看出来哈，我们一开始这个从3月1号开始进到马太福音，就是本来我们不是属于神的儿女，现在呢，因为保罗他们到处传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我们知道，刚刚素兰姐在讲那个安提阿，安提阿教会，路加就是安提阿人，路加，所以路加是安提阿人，是现在的大概叙利亚了，哦，所以路加写的大概都是这样啊。我们会特别讲说，那约翰怎么写的都跟人家不一样，哦，约翰的福音书跟马太、马可、路加不太一样，因为约翰他是神的儿子，他特别讲到神的儿子，是为了对。因为约翰曾经在以弗所住了很久，所以为了在那边外邦人，他们一定要讲到神迹奇事非常多，一定要讲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特别这样讲。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他写了一个解经的书，他怎么讲？他说有些人你看起来为什么会写这样？同样都是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写的会不一样？他说看到的那个重点不一样啊，看到重点不一样。他举一个比喻蛮好笑的，他举一个比喻，他说怎么样呢？有一个人拿了一封信啊，这一封信说给其他人说，这一封信对我来讲是那个一生中最重大的啊。那一个人拿了一看，哦，怎么在解一个数学题目啊？怎么会一生中最重大的？他说为什么会最重大？他说因为他跟他的太太因为讨论这个数学题目，然后后来又娶了他太太，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说那一封信对他来讲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但是对我们来讲呢，那一封信一点都不重大，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啊。他说那个福音书在写的时候其实一样的，每一个使徒在写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看到的是不一样，但是对我们来讲，对他来讲都是非常重要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了。这是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有把那个耶稣的家谱那些重新打一次了哈。再来那个马太福音也把它整理了一下哈，我就有印出来哈，也可以分给各位哈，谢谢。好，上尾咱嘛是请信歌队为咱唱祝福的诗歌。
会当互相行平安礼，啊，随后就分组。